就係2015年入讀CityU 讀 Creative Media 啦。咁當時點解會讀電腦咧？咁其實可能同好多香港嘅男仔都一樣啦，即係可能由細中意打機，中意用電腦，覺得喺電腦裡面嘅世界咧好大嘅，即係可以好輕易地個門檻比較低啲嘅時候咧，你可以去做到好多創作，將你腦入面諗到嘅嘢都可以變為一個見得到嘅圖像啦。咁喺電腦裏面做呢件事係比較門檻低啲嘅，比較容易啲接觸到嘅。咁好多學嘅嘢都係同電腦相關嘅，即係喺電腦嗰度畫圖啦、拍片啊、剪片，跟住可能學寫 program，全部都係電腦裏面發生嘅。咁當時其實佢都係我嘅好大嘅興趣嚟嘅，即係電腦裏面畫一啲 3D model，因為佢可以俾我去 achieve 到好多現實未必做得到嘅嘢，覺得好新嘅。咁當然一開頭我唔係好理解成個陶瓷領域究竟係啲咩啦，就以為只係做杯碗碟。咁但係RMIT 個課程係成3年咁長，咁我就諗係咪要做杯碗碟做3年咧咁樣？咁嗰陣時就唔理啦，咁就去讀先啦，因為我都好想真係去摸索呢一個領域嘅範疇啲咩啦。喺我 Year 2嘅時候咧，喺一科倒模科裏面，咁我隻手咧就接觸完石膏就敏感喎。咁咧我就要諗方法點樣去繼續做我嘅創作咧。當時做石膏嘅時候，其中一個概念就係想去不斷重複一啲作品出嚟，不斷重複去生產同一個 form 出嚟。咁所以喺呢個原則底下，我就諗會唔會其實 3D 打印機都可以做到一樣類似嘅嘢咧？咁我就問當時老師阿 Ray 咁樣，咁佢就話可以啊，你可以試下。咁我就毅然咁去試下呢個新嘅科技啦，對我嚟講。因為當時嘅我係除咗畫過 3D model 之外咧，其實對 3D 打印係得啲好初步嘅概念嘅啫，只係試過 print 幾次嘅膠嘅作品啦。咁所以係一個完全新嘅領域嚟嘅。咁一開頭就去做好多資料搜集，即係點樣去砌一部打印機出嚟，就係印膠嘅。咁因為我對佢裡面嘅零件組件完全係一竅不通，咁我想透過砌機嘅過程咧，去了解多啲成件事係點樣運作嘅，即係呢個摩打其實係控制緊啲咩嘅？究竟嗰個熱嘅平台、加熱嘅平台有咩用嘅咧？咁樣都係透過砌機，我想了解多啲啦。咁所以就當時用咗2-3個月時間啦，就 order 咗好多零件翻嚟，就去開始砌啦。到真係砌咗一部 functional 嘅打印機咧，我就開始明白原來裡面嘅零件係有呢個用途嘅。原來我印泥咧係唔需要一個加熱嘅平台嘅，因為加熱平台原來只係 for 嗰個膠可以黐得實啲嘅啫。咁我印泥咧，可能我用一塊石膏板。好啦，咁講下呢部機啦。咁今次喺展覽裏面就特別 show 翻一部機出嚟咧，因為呢部機就係3D 打印裏面必須嘅，因為你需要一部機你先可以做到 3D 打印嘅，即係好似你整陶瓷嗰支好似你對手咁。咁呢部機我要講下佢嘅由來啦。由一開頭我做 3D 打印嘅時候，就係大約 Year 2嘅時候，當時我係對打印機呢樣嘢咧係一竅不通嘅，即係平面打印機 OK， 但係 3D 打印機我係一竅不通嘅。咁嗰陣時我為咗想學佢嘅用法啦，我想理解多啲佢咧，我就自己砌咗一部，就買咗好多呢啲鐵通，跟住買咗一啲打印機會用嘅 parts 翻嚟，就嘗試將佢砌埋一齊。咁除咗你要砌到好個架之外咧，其實上面嘅電路板啦，或者一啲火牛啊、摩打嘅推動器咧，全部都係要自己駁嘅。咁我嗰陣時一開頭好沮喪，因為我係冇接觸過一啲電子工程嘅相關嘅嘢嘅。咁所以喺當時我望住呢一批電路板咧，我係完全唔明點樣運作，完全上網係好難揾到 documentation 教你點樣去駁嘅。咁我當時唯一一個最大嘅原則就係我唔可以電死自己，係因為電死咗自己咧我就
做唔到落去啦。咁所以咧我就唯一係去到處理電嘅部分咧，我就特別小心啲嘅。咁但係駁電路板咧，即係佢有少少教學啦。咁我自己試咧，最多都係燒咗塊板嘅啫，咁唔會係一個超大嘅問題嚟嘅。咩色嘅作品？咁我就試定一啲配方，即係譬如唔同深淺嘅藍色啊，咁要用咩色粉溝出嚟啊咁樣。咁但係當然有時可能有啲色粉佢嗰排冇供應或者冇貨，咁就要諗下其他方法咯，即係可能就用其他色嚟代替咁樣咯。可以咩？訂嗰啲 Mason Stain。我依個係有藥糖咯，而家係就快啲咯，佢係但係同埋平咯。Mason Stain 好貴㗎嘛。如果你有冇試過 customize 啲色？咁今次搞咗一個展覽叫做陶瓷的數碼形態啦。咁就點解會有呢個 concept 去開一次展覽咧？因為當時上年啦，2023年我哋就搞咗2次 short course 喺藝術中心呢度。咁就想俾同學去體驗一下3D 打印陶瓷究竟係啲乜嘢咧？咁當時嘅參加者咧，其實除咗有陶瓷本身做開陶瓷嘅人之外，其實有唔係做陶瓷嘅，有 engineer， 有一啲完全同藝術冇接觸嘅人都嚟參加。咁但係佢哋去用呢部機嘅時候咧，大家就冇俾一啲傳統陶瓷嘅概念去限制住，即係譬如佢哋可以真係諗得好天馬行空嘅，想做一個好凌空嘅 form， 想做一啲好有趣去諗到嘅嘢，佢就想 print 出嚟。咁睇完 print 嘅同咁喺嗰次 short course 之後啦，咁就睇咗大家做嘅作品，就覺得其實好有意思喎。咁樣俾大家用呢部機，咁所以就籌劃咗喺嗰個 short course 完咗之後半年咧，就去試做一個展啦。就係我哋邀請10個同學，即係喺 short course 裏面嘅同學，然後再額外加多幾位可能本身做陶瓷嘅陶藝家。咁陶藝家去點樣用呢個3D 打印機？其實件事都會變得好有趣咯，因為本身陶瓷可能對大眾嚟講係一個好用手、好講手同埋一個陶瓷之間嘅連結啊。你點樣去用隻手喺一個陶瓷上面留低一啲痕跡啊？咁呢啲對陶藝家嚟講係一啲好習以為常嘅工作模式。但係我哋今次譬如將佢擺咗喺部機裏面做咧，其實佢隻手同嚿泥有少少隔絕咗嘅。咁我哋睇下出到嚟嘅效果會係點樣？咁所以當時就同 Rachel 就決定不如我哋試下搞一次咁嘅展覽啦。咁今次展覽啦，同埋今次3D 打印班嘅呢一個計劃咧，就係由 Rachel 張偉詩一位香港嘅陶藝家咧同我一齊去策劃嘅。咁當時就係Rachel 想邀請我，就去可能開一個班，就去推廣下3D 打印啦。因為其實藝術學院成日都會搞一啲短期課程，就可能牽涉到陶瓷唔同嘅手法、唔同嘅做法，去想做一啲推廣啦，或者俾公眾多啲機會接觸嘅。咁所以佢知道我做3D 打印咧，想可以將呢樣嘢都帶俾公眾睇多啲。咁我覺得去推廣3D 打印本身咧係好有益嘅，因為近年可能多咗好多人會討論 art tech， 可能藝術嘅科技。咁陶瓷裏面，咁陶瓷係一個好傳統嘅物料啦。好多年以嚟，大家用手去塑造一啲functional 嘅嘢，或者用嚟做一啲嘅雕塑。咁3D 打印俾我哋可以喺一個新啲嘅角度，或者一個新啲嘅方法，咁樣去做用呢一個物料嘅時候，咁當刻我覺得係一個即係好好嘅機會啦，就俾公眾認識下呢一件事啦。咁跟住我繼續講，咁喺教學咗當時半年左右啦。當時第一批同學
喺上堂嘅時候咧，因為同自己做唔同，你要將3A 打印呢樣嘢套入一套教材裡面去教同學咧，變咗你要真係劃分翻譬如我想帶啲咩俾同學嘅，我想教佢哋3D 畫圖，我想教佢哋3A 掃描，想教佢哋點樣真係操作部機。其實每一樣嘢咧都有好多學問嘅，你點樣可以將佢濃縮咗去幾堂時間，俾同學有一個理解，點樣可以知道成件事係點樣發生嘅？佢同陶瓷本身有咩分別嘅？咁所以喺諗教材嘅時候咧，其實我自己有好多沉澱思考咧，去將呢個技術本身嘅元素要濃縮翻。譬如我畫圖嘅時候，有啲咩係最重要嘅咧？即係佢哋點樣可以畫到一啲佢哋想畫嘅 form 咧？咁我會將成件事再自己要理解一次，自己再濃縮一次。因為有時你自己做同埋你教咧係好唔同嘅兩件事。你要俾對方真係理解，而且我覺得3A 打印本身，3A 打印陶瓷本身咧係一個幾高門檻嘅技術嚟嘅。你要首先識得陶瓷嘅嘢，你要識得操作打印機，你要識得畫圖，變咗當時可能一開頭教咧會有啲擔心嘅，因為始終唔知道同學係咩嘅背景。咁一路教嘅時候，其實開始放心咗好多，因為離學嘅同學好多，即係佢哋基本上全部都係好有興趣去認識呢一種科技。咁我去教嘅時候，佢哋有一個好好嘅學習動機啦，佢哋好中意自己去研究一啲科，問我可唔可以 print 得到啦。或者有同學原來完咗堂之後，完咗嗰6堂之後，佢仍然會想繼續做落去嘅。咁變咗之後，我仍然會繼續可能解答佢哋一啲問題啦，或者去 support 佢哋點樣繼續做佢作品啦。咁喺啲互動裏面就我覺得係咯，我覺得自己都多得着嘅。OK，咁我諗我講咗嗰個創作嘅風格同埋方法先。OK。咁喺創作裏面啦，我主要創作嘅時候，即係喺打印裏面啦，好大程度係取決於嗰個方法嘅。即係譬如我諗到一啲打印可以做到嘅嘢，譬如佢可以打印一啲好複雜嘅結構。咁我諗到呢一樣嘢咧，我想試下將佢 push 多啲。咁我就去諗一啲 form 出嚟，就可以應用到呢啲咁複雜嘅結構，做出譬如好似一個珊瑚咁嘅形態啦。咁就去想試多啲個機嘅極限，或者佢嘅 limit，或者佢可以做得到嘅嘢嘅。呢個係呢2-3年比較 focus 嘅位，因為係喺部機已經穩定啲，可以 print 得到嘢嘅時候咧，咁我想諗多啲點樣可以用得到佢咧，即係唔單止淨係 print 一啲簡單嘅統型，可以點樣喺電腦裡面畫圖嘅時候，改變多啲嘢，去令到一啲可能喺虛擬世界見得到嘅 visual， 虛擬世界先見得到嘅 texture， 喺一個真實嘅陶瓷裏面都可以見得到咧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創作嘅時候，好主導嘅諗法啦，就係想將打印裏面嘅一啲特別嘅方法 push 多啲，係啦，即係譬如佢如果可以做到一啲好似隧道咁嘅結構，好似網狀咁嘅結構，我可唔可以將佢做到好細緻、好複雜，用最細嘅嘴，咁做到啲好複雜嘅 pattern 咧咁樣。咁另外就係譬如有時喺打印裏面遇到嘅一啲 limit， 遇到嘅一啲限制咧，我都想試下用人手去將佢即係可唔可以解決咗嘅。譬如呢個 form 咧係我組合出嚟嘅，我用4件嘅 parts 去組合出嚟，令到佢嘅底部咧唔使係平嘅，因為有時打印要顧及到佢需要支撐得到，可能其中一面咧就要好平啦。咁但係我分組件嚟做，其實可以令到佢有4隻腳咁樣支撐得起，係啦，或者你由唔同角度去睇佢咧，
都唔會覺得佢有一邊係比較特別平嘅，好似有一個底座咁樣嘅，which 係一個打印嘅時好容易有嘅情況啦，就係有一邊會特別平咗，係啦。咁係啦，呢個同樣嘅道理咧，都係即係最近我幾想做多啲嘅一個方向嚟嘅，即係就係去做一啲唔係好有平面、唔係好有底嘅 form 啦，研究多啲點樣用部機可以唔會做到好似真係3D 打印咁，一定要有一面係平嘅，因為陶瓷好需要有一個好穩定嘅底，佢慢慢 build up 上去先至做得到一啲複雜嘅 form。佢唔可以話譬如用一個尖嚟做個底，係啦，因為佢上面嘅呢啲部分咧都會冧嘅。咁所以喺呢排嘅創作啦，同埋即係對部機嘅研究裏面咧，就好大程度係想做比較超越佢嘅本身嘅限制嘅一啲 form 咯，咁樣。咁除咗淨係喺嗰個方法上，打印嘅方法嘅一啲探索，一啲嘅想追求一啲突破之外咧，咁我自己本身比較中意嘅一個 approach， 一個做創作嘅 approach 就係將唔同嘅 element 組合埋一齊，佢哋可以係互相黐埋，好似呢度咁，用油去黐埋咗一齊，亦都黐到好誇張嘅，即係好似要夾硬用膠水連埋啲嘢咁樣啦。或者係佢哋互相挨住對方啦，兩個唔同嘅組件挨住，搭住或者 interlock。再嚟過係咪？係啦，即係譬如呢一個 form 就係好似夾硬要用膠水去將呢啲細粒粒黐落個主體度，或者譬如有時我嘅創作會係唔同嘅組件互相挨住。互相緊扣住，係啦，有試過係喺一個 form A 裏面 ，A 嘅 form 裏面，有試過係喺其中一個即係，唔好意思啊，再嚟多次，有試過係將兩個唔同嘅組件，喺打印嘅時候將佢哋扣埋一齊，然後等個打印機繼創作裏面啦，有試過將唔同嘅組件互相緊扣埋一齊嘅，即係譬如喺打印緊 A 嘅時候，我將 B 嘅組件放入去 A 裏邊，然後等部打印機繼續喺上面打印，去令到個 B 嗰一 part 咧俾 A 嗰度緊扣住，好似個鎖咁樣鎖住咗。咁呢一類組件與組件之間嗰個。所以後來一開頭我就想用啲好乾身嘅泥，因為我想印啲高啲嘅嘢。但係後來就發現其實啲泥條之間就係唔會黐實咯，佢就係燒嘅時候好多時會咁樣裂開。所以你要揾到一個位係佢可以夠硬 support 到你成個 form，但係又唔會太硬，令佢哋啲泥與泥之間黐唔實。係咁樣裂就通常係咁樣裂咯。咁所以可能有時諗個 form 嗰時都要考慮埋呢啲嘢，即係睇下可唔可以盡量唔係印實心都印得到。實心佢有時會裡面未乾晒，但係出面已經好快乾咗咁就會咁樣裂開。就算我擺耐啲都有呢個情況，所以真係要教翻嗰個線嘅粗幼度好啲。咩色嘅作品，咁我就試定一啲配方，即係譬如唔同深淺嘅藍色啊，咁要用咩色粉溝出嚟啊咁樣。咁但係當然有時可能有啲色粉佢嗰排冇供應或者冇貨，咁就要諗下其他方法咯，即係可能就用其他色嚟代替咁樣咯。
去咩？訂嗰啲 Mason Stay。我依個係有藥堂咯，而家係就快啲咯，佢係但係同埋平咯。Mason Stay 好貴㗎嘛。如果你有冇試過 customize 啲色？一個我覺得 OK 幾好嘅距離啦。因為譬如我想做呢類好似珊瑚咁嘅 pattern，其實佢本身裏面 preset 咗一啲 texture 可以做得到，咁我就會直接用佢咯。咁我嘅係咯，咁我嘅參與就係喺 print 完呢啲之後，將佢哋喺 print 嘅時候加入去中間嗰條柱嗰度。即係譬如我咁樣做呢個 form 嘅時候，我就諗點樣做出嚟，就係一路印中間呢個柱嘅時候，我就一路將呢啲出面印好咗嘅組件加落去咁樣。咁所以呢個就下次可以試下做。咁用陶瓷嚟打印咧，其實要考慮到陶瓷嘅物料性啦，因為泥土本身係腍嘅，泥土本身亦都會出現一啲裂嘅情況啦。佢嘅乾濕度要好考慮到，變咗每一次喺預備泥去3D 打印嘅時候咧，嗰個泥嘅乾濕度要處理得非常之好。一旦佢有氣泡、少少氣泡或者有乾濕唔同咧，其實出嚟嘅 print 咧就可能會失敗，或者未去到失敗，佢可能咧都唔會咁靚咯，唔會有一個完美嘅 texture 喺個面度。可能會有啲崩咗嘅位啊，有啲氣泡你見到嗰個部分就冇咗一橛泥啦。咁所以嗰種質地啊咁樣。呢個就係你自己 set 㗎啦。係啊。呢啲就唔係喺slicer 裏面有得揀。都係用翻 texture map 嗰啲嚟整。佢唔係，佢係整一條 path，即係你可以將條 path 變成。咁喺落顏色嗰陣時有冇啲限制？即係譬如話你知道有嗰隻色粉先落，定係都大部分你諗到嘅顏色都落到㗎？會嘅，我通常喺落顏色嘅時候咧，都係首先我都要諗下我有啲咩色啦。即係譬如有一隻啡啡地嘅色粉，咁我係幾中意嘅，咁我都會即係我幾中意佢嗰種灰灰地、啡啡地嘅效果啦。咁所以我都會諗我有嘅咩色啦。咁但係有時如果我有啲色覺得真係好靚嘅，譬如最近其實我想做啲可能有啲粉粉啲，但係可能比較彩虹色啲嘅色。咁我就會諗有啲咩色係陶瓷出得到，咁我就會可能用佢哋嚟做。咁如果有啲真係好誇張嘅色，可能熒光色咧，我都想做嘅，但係有時會俾陶瓷嗰個顏色限制咗咯。即係我唔會有一個位好糾結，就係究竟我可唔可以用一啲噴漆或者唔係陶瓷色粉嘅方法去加啲色俾佢，咁樣佢會唔會變咗一個唔係陶瓷嘅作品咧？即係呢一個位係我未係好突破到嘅一個位嚟嘅。因為有時有啲 form 我做完，我覺得佢幾點講咧，幾適合一啲嘢。即係睇過 Sarah 嘅作品之後啦，嗰種感動係留咗喺個心入面好耐嘅，因為佢嗰種對物料嘅認識嘅程度，佢將佢同屋企人嘅關係一路用喺佢嘅作品創作裏面啦。每一次睇到佢嘅作品咧，其實都會好感受到佢嗰種溫柔，嗰種擺喺作品裏面嘅嗰種對家人嘅關懷啦，嗰種情懷啦。呢樣嘢我覺得我係未必會可以喺未來做得到嘅，因為本身我都唔係一個好感性會擺好多我嘅情感喺作品裏面嘅人，即係可能喺創作裏面嘅我係比較理性一啲嘅，好多時會做嘅作品都係出自嗰個技術啦、嗰種方法啦，想去挑戰陶瓷嘅一啲可能限制啦。咁變咗喺裏面，我好少sorry，變咗喺我嘅創作裏面咧，其實初創嘅嘢咧，
我覺得喺即係睇過 Sarah 嘅作品之後啦，嗰種感動係留咗喺個心入面好耐嘅，因為佢嗰種對物料嘅認識嘅程度，佢將佢同屋企人嘅關係一路用喺佢嘅作品創作裏面啦。每一次睇到佢嘅作品咧，其實都會好感受到佢嗰種溫柔，嗰種擺喺作品裏面嘅嗰種對家人嘅關懷啦，嗰種情懷啦。呢樣嘢我覺得我係未必會可以喺未來做得到嘅，因為本身我都唔係一個好感性會擺好多我嘅情感喺作品裏面嘅人，即係可能喺創作裏面嘅我係比較理性一啲嘅，好多時會做嘅作品都係出自嗰個技術啦、嗰種方法啦，想去挑戰陶瓷嘅一啲可能限制啦。咁變咗喺裏面，我好少變咗喺我嘅創作裏面咧，其實開始讀書啦。咁我諗其中一個比較大我會做嘅嘢就係去研究多啲部機嘅可能性啦。我想將以前我用嘅一啲方法記錄低，因為之前自己做創作嘅時候，有時會諗到一啲方法去 bypass 咗佢嘅限制。譬如有時嗰啲我要講 OK，好啊。嚟緊我會去翻CTU，就喺 Creative Media 裏面就讀一個應該點樣講咧？我會做 research，我會喺嗰度做 research。係啦，咁嚟緊我會去翻CTU 嘅 Creative Media 裏面就做 research 嘅。咁到時就會更加多 focus 翻喺記錄低我以前做過嘅一啲方法，即係有一啲方法去克服而家 printer 上面嘅一啲限制啦。譬如話打印嗰時，如果個 form 好斜咁樣嘅，咁我哋而家就會用一啲泥嘅粉去做個 support，去支撐住個 form。咁呢啲嘅方法其實係一路做創作嘅時候諗到好多啦。